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日嘅主題係月經過多切子宮。我幾耐之前同幾位朋友飯聚，朋友甲咧就問我嚟睇病嘅人女性多定係男性多，我就話女性多少少。朋友乙就接口話啦，現代女性咧工作之餘仲要照顧家庭，勞心勞力，我哋應該咧多啲愛惜老婆大人先啱。我哋大家聽到都大力點頭喎。冇錯，男人大丈夫咧應該係愛護女性先啱嘅。女性喺生理上每個月都要嚟月經，而且又係我哋男士懷胎10月生 BB。咁喺月經同埋懷孕呢兩方面有關嘅疾病咧，我哋男士係唔會有切膚之痛嘅。單係月經過多已經困擾好多女性。月經週期正常，但係經量明顯增多，呢一種症狀咧，中醫就叫做月經過多。子宮肌瘤、盆腔炎同埋子宮內膜異位等咧，都可能會令到月經過多嘅。至於有冇炎症，又檢查唔到子宮有乜嘢異常，純粹係每個月嚟經嘅時候經量增加，咁就屬於功能失調性嘅子宮出血，簡稱宮血。以下同大家講一個病例啊。萬寧曾經月經過多，根據佢嘅描述咧，推斷佢大概係屬於宮血。由於女醫無效萬寧就索性切咗子宮啦，以為一了百了。咁我就覺得好可惜喎，就算唔再生育都唔應該輕率將呢個咁重要嘅器官割咗佢啊！試下補氣、涼血或者活血驅瘀，好可能可以避過一刀，保住子宮嘅喎。喺中醫眼裏咧，月經過多通常係由於氣虛、血熱同埋血瘀。氣虛可以補氣，血熱可以涼血，血瘀咧可以活血，病情往往可以改善噶。嗱，氣同埋血嘅關係之一咧，係氣可以攝血嘅喎。氣虛咗唔能夠固攝住血咧，血液往流，呢種病態中醫就叫氣不攝血。而血熱就係指身體感受咗熱邪，或者係食咗好多辛辣燥熱嘅食物，又或者情緒受咗刺激，而導致陰少陽多嘅一種唔平衡嘅病態。咁熱逼血行咧，就會導致月經過多啦。至於血瘀就常見於子宮肌瘤同埋子宮內膜異位等等嘅疾病，亦都常見於墮胎同埋小產之後，淤血停滯喺經絡，阻礙氣血運行，引致月經過多。咁呢一種病態，中醫就叫做血不歸經。最近我哋接治咗一位40幾歲嘅子宮肌瘤患者，肌瘤有6 cm 咁大。佢話每次嚟經嘅經量咧都好多，食咗止血藥作用都唔大。最後西醫就建議佢不如乾脆切咗子宮。呢位患者唔願意做手術，堅決要保留子宮。後來佢嚟就診就問我哋，我嘅子宮可唔可以保得住呢？我幫佢診斷完之後話俾佢聽，你嘅子宮好有機會可以保住嘅。我哋嘅方針就係先將你嘅月經調好，然後慢慢再化走肌瘤。呢一個個案療效非常之好。患者食咗藥之後咧，第一次嚟經已經經量大減，直至而家佢已經嚟咗月經3次，經量可以話完全恢復正常。因此我哋就已經開始咗化瘤療程啦。我同患者講，6 cm 嘅肌瘤咧，我哋嘅目標係將佢盡量縮小，縮得1 cm 得1 cm。萬一唔能夠將肌瘤完全化走，咁只要唔影響你嘅生活，亦都可以與佢共存嘅。肌瘤係良性嘅。患者聽咗之後就點頭話明白，能夠保住子宮，我已經好滿意啦。大家想唔想知道我哋點樣縮小子宮肌瘤呢？同埋大家又想唔想知道隨便切除子宮對身體有咩危害呢？有興趣嘅話，大家可以點擊下面2個連結，參閱子宮肌瘤怎樣縮小同埋子宮肌瘤能縮小嗎2篇文章。
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